3個神經病個冇肯講，講人嘅啲嘢冇幫到。咩意思啊？精神病啊！哦，我又賣菜啊，我幫佢啊。巴士山的還在這裡賣咯。你話死冇死？還要給我罰了2塊錢。阿婆，這個菜多少錢？2塊錢一斤啊！這裡有幾個手指頭？啊？呢度有幾隻手指？你手工有啊？呢度啊，我有咗一次。有幾多隻咩？誰啊喺隔籬？呢度有幾隻手指？一隻。依家幾隻？2隻啊。係啦，1加1等於幾？3隻咩？係啦。幾多隻？講2斤半，5蚊紙啦。5蚊。5塊錢拿幾錢？呢啲咧？嗰啲羅漢菜喎，俾10蚊紙我咯。裝要。貴啊！我賣俾人都貴啦。好難攞嘅。咩啊？嗰啲羅漢菜好難攞嘅，就我攞隻嗰啲係，人家都係俾2蚊錢。15蚊我賣人家個，你嚟嘅講大嘴就俾10蚊啊！一口價50蚊賣唔賣？唔賣乜你啦？嚟，我出50。哎，多謝咯。是不是好難摘的？生菜咧幾錢啊？嗰啲有2蚊好啦。2塊啦。2塊。2塊啦，唔捨得。女嘛？就6蚊雞係咪？係啊。咁唔好咯，本身係賣2蚊嘅。啱先你自己講嘅。係。如果這個菜是你自己種的哈，我就5塊錢要啊。如果不是，我就給1塊。冇抽嘅冇打藥嘅，冇出廠大放心去。冇打藥嘅。但係有陣尿味喎。冇針尿。嘛？你係咪咁樣屙嘅？冇係。你下次淋尿嗰陣時呢，多一點水，這個尿太鹹啦。冇啊。冇，5塊錢1斤，6斤是多少錢？30塊啊，婆啊。 30塊，來給30塊，係嘛？哎，係嘛，30蚊啊？還有一點生空的，知道嗎？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家裏有。你不要，你就叫我買了，給100了，給他100塊，阿婆好可憐啊！幾多啊？1斤半啊！又冇使咁大聲，嚇死人咩？阿婆，你嚇親我，你企起身，站起來。啊，多謝吓。唔係，你攬住我，望住我。呢個。多謝，多謝問啊。大個女啦，聽教聽話吓，唔好去溝仔喎。老大啦，溝乜個仔啊？聽教啊吓。多謝，身體興隆，身體健康。好。生多2個。冇係。新官發財。係咪啊？